喺列治文市裏邊咧，咁我哋有個市議會，市議會裏邊咧就有一個市長啦，另外有8個市議員嘅。咁其實市長咧就係市政府嘅首長，咁佢亦都代表市議會咧，就向市嘅職員咧話俾佢哋聽，究竟嗰個政策執行嘅方向。另外佢由於係市政府嘅官方代表啦，所以佢都要咧係代表呢個市政府咧係出席好多聚會嘅。咁當然啦，最重要咧就係有既定嘅時間咧，係要出席同埋主持呢個市議會啦。市議會方面咧，其實亦都有8個市議員嘅。咁呢8個市議員咧係負責咧係審視同埋制定一啲市內嘅政策，例如消防啦、警察啦、垃圾回收啦、使用嘅不同嘅用途啦、等等嘅嘢。當然啦，呢啲市議員咧亦都係民間嘅聲音，當我哋聽到之後咧，喺市議會裏邊咧可以提出動議啦，可以提出呢個討論啦，咁然後咧就最後有個決定，4個對4個，咁點咧？原來市長都係有一票嘅，咁最後咧就作出一個政策嘅決定啊，或者一個問題嘅決議啊咁樣嘅。市議員咧亦都係咧常常落區聽下。究竟居民有啲咩嘢係需要關注嘅，需要市政府一齊去解決嘅，咁就係要透過市議會裏邊咧，係將市民嘅聲音咧係發出去咁樣。